今集帶大家去一個近香港而且比較小眾嘅海邊度假區，呢度被譽為深圳小希臘。呢度有齊晒希臘嘅藍天白雲、白色小屋、懸崖餐廳、玻璃海，打卡真係打到手軟㗎。重點係到埗之後唔使再搭車，全部打卡位都係喺呢個懸崖邊同埋沙灘上面，有更多嘅時間享受假期。想坐喺樹蔭下 chill 下，對住個海景 hea 下，定係想同另一半喺浪漫嘅餐廳度撐下台腳，呢度全部有齊晒。而我自己私心推介就係呢間懸崖咖啡，是但買杯嘢飲，對住個玻璃海吹下海風，求其影張相，朋友都會以為你飛咗去歐洲嘆世界啊！呢度日頭靚，夜晚仲靚，帶你哋去呢間爆紅嘅懸崖餐廳，每一個角落都係藝術裝置，由日落影到星空，由黃昏浪漫到夜晚，食咗一餐豐富嘅海鮮餐，人均都係200幾蚊咋，食飽飽返酒店去天台浸下集谷池又得，攤喺張梳化睇電影亦得。今次我哋會入住深圳10大爆靚連天台嘅民宿，坐喺窗邊呢個茶几位度，哇，真係靚到成個海岸線就係你嘅布景板。最癲係呢度嘅房價包括咗超多嘢，生日佈置、早餐、下午茶、SPA 券、頌缽音樂治療、攝影師旅拍，仲有禮物仔。2日1夜，陽光、海灘、嘆世界，乜都齊晒。係咪已經睇到心心眼呢？留言777將資料 send 俾你。